大家好，我係 ESG Connect Program 嘅負責人，我叫 Kit 咧，今日好榮幸嚟到可持續發展國際論壇裏面，邀請到咧 ESG Connect Program 生態圈裏面其中一個參與機構青草音符嘅創辦人 Helen。Helen 你好，係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佢哋企業有啲咩 ESG 嘅發展舉措嘅喎。大家好，我係青草音符嘅創辦人徐光瓊 Helen。我哋咧係身心受障嘅家長自助組織，係一個非牟利嘅機構。我哋透過音樂作為橋梁咧，將呢一個 ESG 係去同大家共融嘅。我哋咧有舉辦線上嘅音樂會啊，亦都有環保樂器嘅回收去做我哋嘅樂器啦，讓我哋咧喺音樂上邊咧去推動到大家嘅。咁亦都有一啲線上嘅音樂班啦，可以回收一啲物品去作為我哋一啲嘅樂器啦，去減碳啦。亦都喺呢一個線上嘅一個活動嘅報名啦，減少一個係廢紙啦，咁樣啊，係啦。係咧 Helen 啊，嚟緊咧，你會唔會有啲咩發展嘅大方向咧，去繼續咧推動咧呢個社區嘅可持續發展咧？係咁青草音符咧都係用音樂啦，同社會嘅責任啦，同大家咧一齊去共融嘅，用呢一個 ESG 啦，去同大家一齊咧去創建咧一個我哋係環保啦，係無碳嘅一個社區，係啦。好啊，好多謝你分享啊 Helen。好，唔該。